But then you lang tea pui. 有咧比經濟本較便宜個你物件。Nasi lemak kau puan jam-jam ni. 嚇掉這包這是包括扁扁了誒。這是包括家己煮尋去食。OK， 等我聽下我知。OK， 咩？係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到來收聽別人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攏看我後尾無會啊，你我要經濟生。無類寫定後尾無會去啊！你看我後尾，變做阿茫茫嘅喊天啊！我正看會就是無去啊，嗱對啊！安尼我點垃圾嘅，我點垃圾切啊，點垃圾呢？使 OK，會俾下你叫雪。無啊，無俾叫水，我就20塊一個月只俾學你 subscription 都無類啊，大 game 啊！咁咪隨看咪 sponsor， 唔特別個無咧食攞人 sponsor 哇。OK， 這個禮拜咧來講台灣特別嘉賓咧，就是老椒，是毛毛菇歡迎。Hello。毛毛菇了個有講個有老椒半鹹甜歡迎。Hello。半鹹甜了個有就是講老條ting 就是愛的是在見在談只幾個了，英國中歡迎。Hello， 大家好。了個哇！你看我解釋啊，然後你看邊個英國中啊？我這邊無會啊，解釋啊，然後解殘。特別我有一個食嘅，我講聽我一個食成 deep top 嘅食。我看到這食是上的 deep top， 我上的 deep top 嘅食。唔知，這個嚇，這個係咪是 deep top？deep top 啊 ，restaurant。top 呀 app 啊 ，TikTok app 啊。唔是 TikTok 啦 ，TikTok 不如 TikTok 的啦，不如 TikTok 的 TikTok 嘛，名字咩意思啊？按光頭整啊！我個細漢大佬去食誒。TikTok 羅上羅經。Cantonment Road，Burma Road， 我 Cantonment Road，Burma Road。嚇。係啊，係本地嘅 place 嘛。要 waterfall 嘅頭整。依個 cake 上好食，依個 curry puff 上好食。แล้ว依樣做 milkshake，我第一個是 milkshake。係你特別黑邊嘅物件無經濟咯 ，sorry 嚇，唔使講。แล้วก็ก็จังก็當我看，ก็camera 人四百九 producer 四百九。大家好，四百九的是。四百九，但係我都睇幫曬啊。我冇啊，我困啲。我都睇了。哦。喺外面存。你困者啦？你使當然唔使困咩？你唔使你去酸啊！你看毛毛菇就夠酸。我鼻佬有。鼻佬是有咩？等下考一看，鼻佬有咩？鼻佬有咩？劍頭。唔對。尖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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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對啊。唔是尖頭，尖頭。尖小尖嘅尖。尖頭啊，尖頭，就整個小尖嘅尖，尖嚇，尖頭。不是呢叫咩？草啊，草上面話來，唔知啊，我唔知。啲厝人講啦。之後你冇得特別講嘅草咩？草是笨豆不熟啊，草是尖頭咪是會使入嚟做草。藍尖，藍呢個尖，蒲尖會使，蒲尖會使。蒲尖會使。你嘅嚟蒲嘅嚟諗你諗自己蒲嘛？諗嘅蒲，諗係需要嘅蒲特別清茶咯。諗是黑，蒲是 carry。調換。OK， 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บ่เซียวเองบิสักกอง Hello。แล้ว of course ลัง出名毛毛菇
叫起了嘛，了特別我講下，一個無效應嘅鹹水甜，可能鹹水甜已經困呀，不知啊，鹹水甜困呀。啲無蛋我都蛋咧。OK，嚟講，即個禮拜咧，話題是我咪講只生，就是講人去食物件嘅時候，安怎食甲像個經濟物件啦，你會使講食做像個去像隻茶米粉、經濟米粉啊。阿無就是做家己出來煮，然後辦儀呢，買幾項物件對，就一個好食啦嚇。無好食咩使講？第生是食飯店嘅咯，食飯店生啊？真係生。食飯你是食安尼食經濟飯？沙洲啲 Cantonment Road。Cantonment Road 嘅話 Kelawai Road 誒邊嚇沙洲是飯店嚟，但係擺我係媽，我去嘅話係嚟媽，去食邊嘅Cross from Maybank Maybank 對面。伊講伊有未食這嘅菜本了，還是我那邊食這菜嘅？我知 Cantonment Road 有隻菜經咧。伊叫王爺是，但係未食這是係一件。Oh yeah，how can I forget？但沙洲嘅真係隻三倍嘅，然後真係飯魚本嘅飯魚嘅。你學你一半嘅飯，然後你經後面三倍，然後食，比如一人啊，較少嘅5塊啊，我想。係你點先啦？我哋接受，我哋食貴咯。兩塊3塊。你係這特別你會食較啲小販啊，你會食較這物件。你食較飽。แล้ว我 OK，攞經濟是淡薄貴啊，你經濟，我講我經濟物件，佢較便宜過咧呢，不是經濟米粉。茶米粉，食茶米粉。我真正是茶米粉，茶經濟米粉同你一包四本2塊半啊啫。無啦。定講我食5八4八5八。誒，今年保險啲無了，當然無慳你價錢啦，無塊半，無塊8無了。乜都2塊半，只落當係 market 炸起嘅。You go and try。當今人講要起嘅，加兩本對調起。冇啦，有2塊啦，乜都2塊半，呢貴。你等陣2塊半有2塊半有係咪料入面講啊？要特價機。本是如果特價機嘅話，我啦冇特價機嘅。貴那機呢啦，細機呢啦，2-3機咧呢。安尼咯，特價機是迄個單咧，嘅去加嘅去煎甜特價機啊。雪咧下邊。甜特價機，我要看，只肯知唔知？400啊，佢只係貴死啊！我要知 ，because 看咧少年嘅人唔知有 still 會曉特價機，阿咪咪是少年個人個了，對少年是伊啊定。最少你是2把21歲嘅啫。嗰啲依家減水啲快會啊？冇啦，我實就講會啊 ，OK。減水啲係播減啲，你講。播減啲。播減啲，哎呀，jeruk啦。jeruk 是鹽水啲嗰啲哦。jeruk 是鹽水啲，當然鹽水啲要到這邊你知哦，你鹽水啲是到正啦。你講是播減啲是正啊，播減啲正下啦。哎呦！你幹嘛笑？頂到我就是未記，頂到我就是未曉啦，頂到是。播減啲是正嚟。播減啲正，減水啲是減水啲。那減水啲就肉。OK， 等陣我俾每400搞。所以400搞你甲我講，你在播減
唔是，你知機啦，地價機嗬，地價機有幾難行款誒，你講下，你知地價機無？嚇，真無想地價機。幾哪行？我講地價機，你想到係種係地價機。等陣啊，地價機是伊個面部術嗎？是是啊，哦，講啊，是蝦米話？地價機是豆皮來，豆皮了，伊人切起來了，伊會炒還是伊會殺伊是蝦米？豆機啊，了伊豆機地價機咯，地價機嘅，人叫地價機咯。豆機是腐竹啊，係啊。地價機其實是迪亞啦，咱是迪亞機，迪亞機，咱叫迪亞機。阿機阿成個囡仔阿迪囝機啊，所以迪亞機，你講迪亞機，你想到是係咪咧？當然你知係係咪嘛？你講咩豆機？唔是鋪機啊？哪種就係？一個較高冷嘅，等一個較浸佇水較軟嘅，是唔是？啊？冇錢咧，但係軟嘅。對，特別要在哪咧？你皮，伊一個是較貴的嘛？是看你按怎煮呢？是看你按怎煮呢？特別 actually 地價機是地價機。哈，地價機有garing嘅 ，because 係你是你煎嘅，แล้วก็有你殺嘅，แล้ว煮嘅是較軟嘅啦，冇garing嘅啦。特別你係佢了是大garing，特別是你煮落去啊，你係個 sauce 一定要軟嘅。特別好，特別你地價機嗬，有地價機是算做無人食飯嘅，本來地價機，地價機是特別當機我唔知啦，特別頂到嘅時候，地價機是你我知嘅是有兩種地價機，普通啦，一種就是伊是你煮一種是 good 是安面啦，我講聽你我出來。我朋友有開地亞機嘅廠嘅，然後但係等住門下邊，所以伊嘅地亞機是你煮普通嘅，咪是叫倒水來煮咯，倒水來煮，了伊嘅頂面咪是一隻大鼎係嘛，了伊頂面咪是放一安尼殼咯，伊成個打起來咯，嚇，隻皮對，了你要做成個迄個豆皮啊，你要人包唔知包成你包。你叫咩？攞掉嚇，攞白嘅皮，攞白嘅皮咪是用地亞機。係你是壓起來，你壓起來，你掉起來，整咧咪變豆皮咯。係你較薄，然後你豆地亞機咧，你是夾伊 Q 來，特別搖咧，是你個掉伊，係你就變到地亞機咗。然後。伊春個伊杯啊，曉伊捲個真係結咧，曉到底點會一地白白骨骨咧，黑一地就是迄個食甜嘅地家機，就是個嚟加嚇，你話腐竹，以前腐竹個咧是腐竹，個咧講話叫腐竹個咧，乜是腐竹啊？哦，個咧乜是叫嚇腐竹就是嚇，然後上個月啲嘢是叫，有叫腐衣啊。腐衣唔是啊，腐衣是即個，腐衣 ，Oh my God，腐衣是即個叫咩啊？豆珠啦，叫腐竹嚇，豆珠啊叫腐竹。你家機啊，把你 sheet 啊，有誒個是 roll 起來嘅咋，你看到？啊，對，有呢個拍格嘅咧，即係拍格咧。嚇，然後是有誒是一個一成快樂安尼，一個啊。啊，你是豆皮，啊你是最你嘅嚟做菜，做即係啲食菜啊嘅，還是包蘿蔔？對啊，腐皮。加冷過台灣，你食啊嚟啊！豬肉豆，特別要煎過啦。啊，對，嚇，伊反正快樂 pastry 都就快樂。嚇，就係。食條嚟啊嘛對。啊，伊款式呢，我唔知伊台灣伊人做做誒。啊，你咪是成，你是成啊嘢咧，本是豆媽後你看咧豆皮嘅嚟煮哦。我攞嚟後做即啊嚇。
你煎的啊，你去煎，你去煎啊。我叫下你做，我叫下你是做蘿蔔誒，我做蘿蔔㗎，你想做白煎。做蘿蔔本想，你叫下你做蘿蔔嘅夾菜燒鴨，夾菜燒鴨，夾菜鴨，你講下兩得做，下你就是用得豆珠啦。你諗啲我你用 marinade 我做我係鵝羊膶淡薄鵝醬鵝按照講鵝豆油，鵝豆油，唔是鵝豆油，我有係我哋鵝醬。醬啦，醬，嚟邊啊？豆豉嚇，哦，醬是豆豉，係咪邊醬？邊邊？鵝醬係咪？鵝油，鵝油嚇 ，oyster sauce，แล้ว鵝豆油醬青，鵝羊膶，แล้ว淡薄一百，鵝腸膶，แล้ว我南面，你冇係鵝羊膶啊？冇係胡椒嘅啊，你冇係豆珠啊？我冇講鵝羊膶，因為我冇食過，哦，冇食過豆珠嘅味道，我冇係學鵝油嘅，我是近嚟係豆珠鵝羊膶加學住膶加鵝豆油，我豆油แล้ว醬青啊，淡薄醬青。แล้วว่า本是我是個唔是豆鵝豆油，係醬青。醬青，แล้ว我個是個shit。你是個 shit 啊？我麻油，哦，所以我係麻油。แล้วว่าลามีแล้วลามีคุยน่ะจำเจงแล้วสิว่าจิ起來แล้วเจนแล้วเช็ด你都เจน呢度夾零去哦，你仲有好食แล้ว我記住我講聽浪不都佢成日要做佢哋事啊，特別你เจน呢嚇，你往較濟我做時我較濟入去，你使對入去吹先咯，吹哦，當成去吹哦，你入去，我成日看只要。撥伊個落伊個料啊嚇，擠起來一地，然後咧嚇成日快樂，又冇得講快樂多呢。然後你去吹，伊就看女咯，伊冇得定咯。then 伊吹了嘅時，吹了嘅時候，你夾起來你會散，所以我係特別係一支哩骨啊，是 skill 啊，甲簽了，所以伊被 puff 碰起來嘅啊，你煎嘅時，特別你煎嘅時，伊碰淡薄咧，伊哩骨อัน時走至起來面時，我唔食個了去。你參與你根本食去，你冇驚尖咗你會咬？有驚啦，我冇想到啊，當時。特別你那時我買去吹伊人佢小隻缸，所以你南面你用出嚟俾佢，嗱你咪是愛 shit。你未叫嚟講 ？Oh no！ 你叫嚟講啊？button。等陣，我 recording stop 去，等陣。Tapi gue YouTube 有 live 啊？有 live。哦，producer 做緊，我冇去看喎。producer 做緊。唔係應該講啊，你知哦，係你腐皮啊，有半鹹加正嘅個。特別我比較睇樣子，所以我唔知我買嘅時我唔知是甜嘅食鹹。冇，你看伊白白，你講伊鹹，伊sauce已經按照講下定義了，所以你看到白白嘅嚟啊，所以呢度是鹹嘅。哦，所以我是啲講呢，我做去呢時我南伊卡古嘅，就是看到我講你南伊和煎我點正，出伊嘅女去，我 marinate 伊卡女。上個阿 John 講嘅，阿 John 講是一盤伊呢，一盤伊料呢，一起吹，你南面伊個係味素。Yeah, but this is not an economy food 啊，即係 IC 可見嚇，唔見俾。我買一邊啲英國啊，冇蝦米 economy，大行半貴。即邊係 cost of living 嘅位啦，即邊嘅所在大行半貴嘢哦。
特別有人講嘅係你啊，面嘅是人無想到我講嘅嗰一個當金啊，伊真正斜喎，伊面嘅筋真正斜，你加落去啥 cracker 呢，加得脆嘅了去。哦。啊。OK，但我能講佢嘅，佢講佢嘅咧。我聽到我講，等陣我 recording stop 佢哦。聽到。所以當我俾佢 continue 啊 ，ABC stop 啊。我亂講 stop 嘅時候。OK 啦，所以就是我未講啦。OK，你出邊你嘅就太少啊，是你播一料呢。我呢，我前面啲料，所以你前面轉我點整了，伊就家己女了，所以我唔使鬼吹，我就唔使我就唔使鬼吹伊。OK， 所以你是嘅佔入邊你配本是你配你聽你其實伊被成啊。伊頭先伊就無個決定啊，伊是淡薄女伊就俾女淡薄因為你要接伊呢。伊若是無夠女啦，伊接伊是就別了。特別你接伊被暖係啦，你接伊暖點正被暖啦，伊就接別咯。伊被蝦米暖，我唔使簽伊。特別我簽伊時我唔使簽，你簽伊被捧起來啊。伊袂球咩？要碰啦！你用你嘅正字去頂啊，字落咯。我突然間我是特別是豆珠無實，我伊味無相曉。我都用白。我無關是隻豆珠，所以我無係咪？我正式你要是用紅嘅豆珠做嘅。對，特別若是無來講平常嘅豆珠冇，我只是個隻豆珠嘅。哦，我不是。Really？哇！我冇關事。只配麥嚇，配麥。啊，是梗係炒菜滿就好似啊，只烹。炒更工啊，白飲本會使。有冇未得閒？伊味上 is too chinky for me。伊成日炒皮坑啊！誒，仲你又見落硬者嚇，你又見落加杜白啦。喲嚇！一路入去煎 ，Oh my God！ 哇啦，好靚。你想去試是你嘅，後面就落去吹，嚇，一直裝你三針吧。林魯杜吧，林珠包，唔會吹到扣肉呀。不，是林珠叫林珠吧，林珠吧。我唔係聽過台灣。伊是要硬，然後攞一把。了一個有豆珠嘅味，紅燒肉呀，唔是紅燒肉個無相喎，紅燒肉無相。你就係隻硬嘅吧？等陣，你會記，你即係可以你在迄個叫做一個食點心嘅時，還是食你未包嘅蛋時，因為一個三層白嘅包嘅。四格包啊！四格形嘅，你諗面第三層白嘅。Oh my god！喺呢度叫林珠包，呢個三層白，你 imagine 啊嚇，你嘅你豆珠硬豆珠啊嚇，你嘅去試做可以，但你係白行碗啊，頂你使係隻豆油嘅時就清入面嘅試，然後特別有啲，哎呦，住嚟啊！啱要。係咪先啊 ？I think 是，未使講啊！哎呀，我 mute 啊 ，OK， 我 mute 啊。哇，多聲，唔知啊。แล้ว依個白，你想下，你 imagine 你而來豆珠而來試吧，所以แล้ว你白而來。你而來吹嘅是煎啊？吹本會煎本會咗。嚇，煎個較香咯，煎個較香咯。煎個較香。做包。你嘅去出包就是吹咯。吹盤做包就是吹。你嚟Mary 播咁正，較好食。你水勁正哦。你食啥啊？嚇，新 recipe。嚟，林珠包吹盤，唔是林珠包，林珠吧。好本嚟使啊 ，OK，dedicate for 即係包咁啲。會使我唔使係咪嚟？ OK。Half salty, half sweet. Ask me to do this.
OK 唔掂。OK，แล้วว่าไม่กูเลยลูกกงลูจูมา做嘅 recipe 啦，到底你 blind kitchen 嘅 recipe， 第一版嘅 recipe 係咩？第一版嘅啊，炒青菜咯，是第一版嘅咯。安怎炒？炒青菜嗱，like example，我去買沙威咯，沙威是白音咩啊？冇沙威是菜心，白音是 spinach， 白音是海菜，沙威是菜心。沙威是菜心，白音是海菜，干公是 water spinach。water spinach 下掉。干公咪是 water convolvulus，water convolvulus。water morning glory 啊。water morning glory 本誒嚇。干公咪是加白魚啊，定沙威？干公啊，干公有分哦，裝是雞西料豉嘅，個裝是水滑嘅。係咪雞西料咁咩？雞西料豉嘅，雞西料滑嘅，然後個另外一個是滑嘅是做係啲乾邊啊，浪膠嘅邊嘅，可能是浪膠邊。但係 actually 有 parasite 咋，你條豬。係咯。誒，即係 Asian 嘅店，I mean 美國嘅店未使賣啦。because 伊水啊，伊嘅垃圾嘅水嘅咧就起嘅咧。是，對。但係飯魚嘛齊。俾我驚叫啊！咁好食喎，呢日是差10萬好了喎。依家你，哎呦，嗰陣亂啊！10萬辣椒。誒，Luis，當我烤呀，就是亂嘅。唔知喎。未使講啦，你咪特別 mute 掉你，特別未 mute 嘅 mute 咩？未必 mute，我 mute 唔係嘅，真係。OK 嚟。OK，豬。第一間餐廳佢話買一百一塊錢嘅，所以我都清炒加咖喱，佢會使食兩頓了咯。That is the cheapest recipe 咯。你當佢買菜啊？你講到這啊，菜炒。我買菜 ，normally 我同我若是去外口買菜啦，我買蒜、豬白雞啦嚇，加魚。我今日買青菜啦 ，for 1 week， 煮差唔多3人食 for 5日啊。買咗12塊。哦，哇，朋友。yes， 朋友啦。然後嚟你豬白，你就愛找你鹹嘅咯，你白意嘅咯，所以one thing以後你豬白是較水嘅咯，所以是 standard price 咯，豬白當然是1 kilo 18塊。冇上1 kilo 10。冇上八，冇上價錢啦。冇上啦，總之較低是上啦。OK。嚇，然後1 kilo 嘅豬白。我用 Bluetooth 當只大聲啊，係嘛？啊，當然 OK 啊。大聲，嗯。我仲要用一頭，我用 Bluetooth 特別亂聽只大聲啊。聽，伊唔是只大聲，伊只刷只嚓呢。嚇，只阿妹嘅聲。啊，當然 OK 啊。奇怪，唔知啊，總之我只 directly phone 調到去啊。嚇 OK。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ไม่มีรู้ก็บาง經濟但ว่า想話我會記經濟到處住嘅物件經濟呢都是大粒蔥那個煮食飯啦食飯菜啦大粒蔥炒咧是很嫩咯嚇對長頭嫩啊長頭嫩對But don't think 長頭是便宜咯，伊本是對嘛得行嘅嘛，1 kilo 3cents 是93塊9 RM， 然後雞卵一粒差唔多就愛5塊了啊。啊，雞卵5塊是貴啊，是便宜。荷灣是貴咧，當然荷灣是貴啊。normally 是30卵30 cents。3塊。3塊啦，3塊對嚇，然後甚至當然去5塊嚟講4塊，所以你愛用幾粒卵呢？冇可能用4粒卵。攞3粒冇法子。我用4粒卵。3-4粒。呀，你3-4粒，你就2塊了嘛？2塊呢個價錢長頭面，佢都計5塊啊，2塊半。我就煮菜包卵。菜包卵100 gram 差唔多塊2，所以你計4粒卵，你我係卵安尼濟，係淡薄大椒粉，
耶，係講料，你份做成個蚵煎嘅呢？哦，那蚵煎。好啦，飲咩啊？生女嘛，特別冇，有一隻人咧煮嘅咩？冇啦，成講隻有人煮嘅，有人係當煮款嘅。哦，我唔做佢哋巴海人正，哇哇，嗰隻條茶嘅，巴海人講夾梅第一聲，嚇夾梅配胡椒，係咯，當你豆珠個朋友，豆珠朋友個，豆珠靠沙一罐，你計搞呢？你計字，你 price is right 誒，你胡椒你唔要俾鹹菜啊？你唔要俾鹹菜啊？鹹菜一包吧，你一幾拿半呢？買鹹菜冇啊，鹹菜1 kilo 差唔多9塊錢啊，有你9塊錢，你計煮過咧？炒過係蒜頭嚟嘛？呀，蒜頭1 kilo 3個膠。我計搞就都係計字。唔係你3 kilo 啦，你切一個嗰個1 kilo 3個膠，1 kilo 3個膠，我是講哦，咪買1 kilo 嘛？你講豆珠是一罐嘅，你是買一罐嘅啊？豆珠？胡椒一罐啊，有冇咗啊？麻辣嘅，麻辣嘅，咁試試嘅。豆珠冇賣，唔是冇賣，under 罐嘅咩？佢了大多罐嘅唔是啊？唔知啊，我想水地。冇啊，講玻璃罐嘅。OK，玻璃罐。你有個西式菜嘛？是飯記。西式菜啊，西式菜是上加撈啊！你看你紅色嚟。唔是，四川菜是叫做榨菜。係咯，叫榨菜啊！我叫西式菜喎。特菜冇西式菜，冇西式菜是到啲豉嘅隻梅是只係garing嘅，成人隻菜心是菜心啊。西式菜是菜心啊，是咪菜心啊？有人叫西式菜，有人叫嗰啲紫米菜心啊，罐頭啊，一個罐咧。罐頭嚇。罐頭 ，OK，我知啦嚇，嗰啲是罐頭葉，係急票 ，Pigeon brand。你有做，我係你見這半大豆餅啊，係你天津嘅菜，也嚟煮白，也嚟吹白。天津係咩啊？天津是有嘅，天津 preserve vegetable 都在啊。咪當菜啦。當菜啊！吹你白嘢咧，吹白錯，鹹鴨女吹白錯，鹹糊吹白錯。你知無？我人古早就到印地讀冊啦，印地那邊有一個伊個canteen位賣烤幾幾年嘛？賣梅啊？伊個經濟盤。唔是賣每半嘅，經濟盤兩項菜烤幾幾年，3項菜唔冇2塊呢，片也無片。伊個菜吼是迄個green leaf lettuce 哦，我 suspect 啊，伊是人派啊，無咪水掂外口啊，安尼伊個嚟 Q free 啊，伊嚟炒互咱食啦。玻璃生菜啊！伊是係你蚵仔菜，是唔是蚵仔菜？蚵仔菜，對，蚵仔菜。玻璃生菜點？喂，等陣，蚵仔菜加蚵仔菜是你不能曬菜啊？你玻璃生菜嘅喎，就玻璃生菜是圓嘅話，你叫做成個人嘅平時嘅 romaine， 唔是 romaine iceberg lettuce 啊 ？iceberg lettuce 叫做咩啊？學嘅話？玻璃菜啊？玻璃菜啊？玻璃菜，我能玻璃菜是玻璃菜，唔是玻璃，玻璃菜，玻璃，唔是玻璃，唔是 cabbage， 玻璃菜是 cabbage， 玻璃 glass， B-O 玻璃菜啊，叫玻璃菜。OK， 所以唔是玻璃啊，成個 glass 啊，玻璃。German。你在玻璃上面哦 glass 啊？你唔冇聽過玻璃啊？冇帶慣用玻璃做嘅啊，玻璃。你啷個繼續講啊？รู้啊？冇啊，我睇係玻璃。哦。你看這四百九嘅台灣愛困一層嘢唔會嘛？調嘢。
伊毛嘅正啊，侬話嘅教你毛。我淡薄啦。那你好，教頭毛是燒嘅一百一件好冇冇估？係咯，嚟擦。你 interview 嘅時講，嗱我頭毛是 sponsored by 之類教。哎呦，你 OK， 講到對於經濟主物件，雖然我算經濟本嚟就是經濟人講過嘅，炒米粉、杜卡、高麗菜。罐頭嘅杜卡。還是你紅燒吧，咩使？紅燒肉咩使？Actually 啊，我做梅啊，你煮你物件，你會使食飯啦，食啊，講你凍菜加肉入嚟吹啊。你食飯啊，你個春淡薄啊 ，next day 都使入嚟食梅咋 for breakfast。然後你使殺一隻嚟鹹魚啦，是鹹魚咧，鹹魚咪貴啊，當然。鹹魚你直接切半。特別你在唔是鹹魚，唔是講бан魚經濟飯，你知道？鹹魚是因為一鹹魚別食濟啊，變做經濟。No， 是咯，你食淡薄呢，伊就味素啊嘛，嚇。你係梅嗰啲水嘅了嘅，然後都係淡薄呢，都食濟啊，就。個係咪？個係咪經濟？pasta 係經濟咩？你pasta貴哦，都未到未食。一包啊，那是都的，这个一包是 for 煮两刀差不多4塊一包 ，then 我是 normally 有这个哦，那個。個類啊，那個本这个較貴淡薄。pasta 好嘅啦，嗰個好啦，你睇咱食麥記嚟咯。冇見啫咯。即係咩？哇，你好靚啊！差唔多。Nice。6塊。你 vegetarian 啊咩你？冇啊，我有食肉，特別肉貴啊。哦，你生啦。你愛經濟嗎？生。那是講。若是講第一些，我是一包嘅肉丁加5粒卵哦。一包肉丁，你5粒一粒卵啊？無，上個下晡段我是食一包嘅肉丁，四包嘅加煎卵啦，5粒上。係咪？你 scramble 5粒嘅卵啊？then 食一包肉丁for 下晡段爾。特別你一餐食5粒卵啊！哇，好 cocky 啊！搞了，一餐食1粒卵。你知唔知我按古仔嗬做 intern 時候無累食物件嘛？intern 食古仔食飯嘢嘛？所以嗬，伊按照生就無，伊煮 pasta 就無。你係你啲飯嘢 pasta sauce 罐頭罐嘅ragu啊，嚇，你一加上擺伊嘅 pasta 磅啊嚇，double 嘅菜，你一道煮呢就無，一道煮嗬，食5日。哦，哇！一磅啊，一double 嘅菜啫嘛，所以。咕啦咧嗬，即係搭杯裏邊係先煮，你咪就係去公司是搭架車搭去，你嘅嘢冰咪過去公司，你亦同事講嚇，你嗰隻食巴沙，你spaghetti 啊嚇，我就去食 spaghetti。哦，我想起了，我想起我做 intern 嘅時候食嚇食咩？你知啊 ，potato 啊，potato 裏邊是料，然後你到 office 去啊。normally microwave will bake potato 係定嘅嘛？嚇，係咯，係自己食嘅 potato，自己食 potato 啦。冇大隻啦，我前頭話冇咩嘢potato 嘅煮 bake potato。停掉啦，有蝦米嘅停掉啦。我當時我唔是做 intern 嘅時候，我當劍啊。當然冇啊，當 work from home 就後面啊，大隻同志啊。我到啲 office 時呢，我是不到要好，我用時做工，我嗰陣時到，那時我到 office 食咧，我是有那做那食到啲 computer，所以我到往時我到夾
夾女咯，那時我無厝無 prepare 好時，我就夾青女去做工咯。แล้ว時去做工，แล้ว我夾去殺嗰啲女嗰啲 steamer นะเนี่ยให้ดูให้จับจุดเลี้ยไปให้ตัดเต็งมินเนี่ยอีคุย steamer ได้สิอี steam หนุ่ยอ่ะPorsche หนุ่ยอ่ะsteamer 咯อีสิ你是 hard boy 啊，係咪hard boy ？hard boy 啊favorite 嚟嘛，你自然嚟。對，我隻女，我就隻女，係你哋應嘅咯 office 啊，我夾。我係到啲 office 幾多入女啦，冇嘅只係我就殺攞粒三粒只。你是你標啊？你你知道到底我係是只係呢？我冇辦做佢呢邊嘅，特別唔是到 office 啦 ，traveling 嘅時候。travel 是有當時我想去 hotel 嘅 hotel breakfast 啊，我是你冇點先食啊，好，你頭日幾多入殺女啊，好。啊，你係個嚟標？點解我去一間 hotel 係？伊個 breakfast 嘅了啊，伊唔是成日講 fresh，就是做一下到啲一 tray 哦，你開起來食，你看伊個 chafing dish 就，伊是一包 sandwich 啊，伊下到啲一 bag 位了，你頭夾伊 sandwich 有伊 label 咧燒好嚟啊，你下只佢 microwave 後尾佢都大幾號啊，你做咯，然後你知我當時唔是當時，你知我綁實嘛，然後你知我俾佢學。你真係憑實嘛人，唔是人啊話，แล้ว唔是講憑實啦，你學啲學女啊，你 breakfast，แล้ว我咪แล้ว咪是有憑實款，我咪去 airport 嘛，我咪去 airport 嘛，แล้ว我到一頭，我食啦 breakfast 後，我個夾個攞晒，上每隻真係就夾落頂房機嘅，喺度點啊？你自己嚟做啊，你自己嚟。咁啦，問你啊。你 hotel 嘅了嘛是債啊，伊人 cater for that，然後伊人 pass 啊你，and 你看你勤佢嘅了嘅啊，有啦，大人本做你看你哦，是你有做，你有靠比做，係啊，冇成個白人啊，我是做，我是冇講 rasa 真係 bad，本特別我特別幫殺你看啦，and 你我有啲食咧 breakfast 嘛。แล้ว特別我看我覺得哦，這 sandwich 咁好食，這營養嘛，伊already伊成日裡面 egg sandwich 啊，伊成煎隻 omelette แล้ว伊個隻係English muffin แล้ว伊包到啲隻 plastic bag 位，所以你去到你冇 heat up，你唔會食你物件，你知道？所以我咪是輕到啲位 bag 咯，แล้ว去樓頂，去到我hotel room 到啲 after 食 breakfast 去到 back 掉時。佢哋我 flight cancel， 哎呦，我不要緊啦，所以你有物件食，哇，就不要緊嘛。你 flight cancel，你我較綁實，我講兩條，我就想我就綁實嘅。你唔是啊，綁實 actually 是搞，你我就聽細聲嘛。嚇，我就是我就下接去，我係成都咯，係三粒，你我個嘢成日見招啊，簽啊。三粒，我一粒我硬一粒嘛，แล้ว一粒 spare，แล้วสิ我咪是三粒落啲，我就係去成都咯，แล้ว我見招後面我係去成都，我就我咪是咩去嘅咯，我就，แล้ว我啲 cancel แล้ว我啲 postpone 直接我就俾夾到喺學校直接了，所以我就去啊，是我就冇咩嘅，係是就係講我 delay 啊嘛，我係 flight，伊是 delay 啦 ，actually 伊唔是 cancel 我係 flight 是 delay，伊 delay 啊，我係 connecting flight already miss 去啊，就咪就當我係背時，你伊冇把隻背機啊，所以咪就當我去嘅下邊時我冇背機對 cancel 啲啊嘛，所以我一頭當做是 cancel 去咯，然後我就 already 到學校嘅一邊啊，然後我係 credit card 係。伊有成個係學者 flight cancellation 還是 delay protection 的嘛？然後我去食係去食 lunch 咯，然後我是希望啦，我唔知啦是，我去食 lunch 我去係我是到啲 Charleston 啊，去 Charleston 嘅 downtown 嗰邊食係我食lobster roll 你知我叫，我講我冇插啊，我食哇 because 你講係你啊，我冇 expect， 而且我佢就做工唔叫我，呢條 cancel 就特冇行喺度啊嘛。然後我就食 lobster roll， 佢食 oyster 咋，然後阿妹時候佢食 steak， 哇，去 steak house 食 steak 你知哦。特別我冇講是bằng實緊做啦，我是我甲我翁內人我叫
伊stick 一個隻，伊 H 誒 stick 就隻。現在每路是，如果辦法是 stubborn 啊，該是減少。我辦法是成個 cheapskate，嚇 cheapskate。bằng sạch hoàn na hoài mà hiểu bằng sạch bằng sạch I thought she stubborn bằng sạch là like picky lang冇啦bằng sạch 我諗講bằng sạch 就是淡薄是 cheapskate 啦bằng sạch 是淡薄 cheapskate 淡薄冇 class 對上個我用過我真係bằng sạch特別cheapskate 啊 cheapskate 你有成日淡薄你淡薄等陣bằng sạch 即係 meaning 可能話是 bastard 啊是咯就 asshole 冇啦特別人用是冇相啦bằng sạch 是超寬啊那麼超寬就叫bằng sạch超寬一個是氹片呢我譬如講你知啊 Malaysia Hall 喺 London 是嗰了馬來西亞學生啊無類去嗰邊食啊所以你家己想啦嗰邊是無加蝦米atas 嘅位啦無加蝦米係 atas 本啊伊無好我用過接你知咩事無伊去嗰邊啊伊敢若穿singlet個地殼個前拖交入咪你先交入bằng sạch啊因為看到伊個無可以接啊你看到伊個無可以接喎伊人冇路交入係bằng sạch了有想還係bằng sạch了bằng sạch還係食無好嘅啊係呢啲就係你人嘅話anyway แล้ว我bằng sạch噶冇即係福建嘅bằng sạch啦แล้ว我就去 steakhouse 去食 steakhouse because 我住嗰邊特別我讀伊 policy 本伊講你 normal 嘅 meal 樣嘅 cover 嘅但是講你食啉 alcohol 係 because 我就 submit 我嘅 receipt 你嘛我 claim 我 insurance 係啊แล้ว我 claim 我 so 我 by the time แล้ว尋我 hotel extra night 嘅 hotel 嚇我 claim 我 insurance 啊彈到啲嚟嘅แล้ว上面係貴節期嚇since 我 flight delay 噶我對處on the airport 嘅 meal 嘅แล้ว是特別 airport 我冇食到 because 我去ทั้ง去 lounge 本是 credit card 嚟啊bằng sạch 嘅人啊แล้ว去我嘅on the way 對嘅時間แล้ว free 嘅แล้ว啊唔知 I think total 是尋 hotel 尋我 meal 嘅แล้ว是差唔多會500塊400幾塊哇特別唔要緊嘅不過我 benefit 嘛我 credit card 嘅 benefit特別係你實入到邊啊頭路對走嘅啦嘛就特別 actually 我特啲背機我 next day 我特啲背機會食and then 我 before 我去我個地方實就是我去搞伊個 airport 咧後我特別時呢我特別去 scope 看伊個 lounge 有好勢伊 airport 嘅 lounge 去搶然後我去 check 一時伊 lounge 線呢，你就要把你個伊 New Wing 啊，伊 airport 把你個 key 線，然後 New Wing 就啲 Charleston 嚟啊，線呢 lounge 就，哇，梗係好細呢，我未記啊 ，Bruce 嗰個頭都就係我接嘅人，是特別接到咧 get 啊明了，伊就去買咧個啤啊嚇，我就當份食喂咧。我都叫 sandwich 咯，แล้ว特別去到特啲飛機點去招來時，你去買個幣，แล้ว我叫 sandwich 就阿未食過，我去吹喂你 app 看看，哇，lounge 啊 free 啊，攤氣啊，很死氣，哇，咪梗係好正啊，索個料，有個 WiFi 啦。伊有成無成寫 sandwiches 啦，แล้ว有 pasta 啦，有 soup 啦，無成 roti dessert 啦，伊 pasta 個成 pasta 好似 pasta salad 就真係好食，伊成個你 Italian 嘅嗱 cheese 嘅了個你 salami 係咪嘅啦，差唔多嘅好食，無成嘅 drinks 咯，啊，佢 Bruce 講，哎呦你看。安尼切伊個高比無相款嘅高比啊，伊貴嘅生度嘅蘇打個了，你無相嘅soft drinks 個了你知哦，我梗歡喜呢，你唔知啊，成個掉白表呢，呢，一邊都 delay 會比較緊啊，啊，這是bằng sạch，是bằng sạch是唔是bằng sạch？呢，那是你安尼講，你安尼講是bằng sạch是 free 咪嘅，我真歡喜嘅咯。
我暑假大啲 hotel 啦，我暑假伊人做大嘅 breakfast 嘅 breakfast 啊，你食 breakfast 時啊，伊人若是有隻 buffet 啊，我哋暑假時係咪你知無？伊人何路沙嘅內定那邊呢？沙嘅內定那邊啊，真就方便咯。你3、4日會煮你會地啊喎！我好夾仔能無好夾仔我走嘅時伊無試驗我係地啊，無伊隨騰㗎了，我係伊對㗎了。你想你好只大粒，你想你大林趴，哇！只肯大林趴。我看真係快嘛，所以你係3、4粒你就被看着嘅嘛，你看。然後我煮啲那邊我係地啊！我真係我是個食定類嘅嘛。應該點？你是食伊是沙，伊是伊皮有貼了未？冇貼皮。冇貼，係啦。冇貼皮較應嘅。淡咧係啲那邊去看嘛誒，แล้ว伊黏就個了你會冇貼皮較清氣本啊，較清氣。貼皮就冇幾厲害。แล้ว我唔使飲，我唔使照清，係咪我會食嘅哦？定類。本蛇夾啦，鹹石唔是叫烤骨咩？唔是，烤骨是法師。烤骨是 obsessive and fussy。法師就烤骨。成個話呢啲那邊我係照看呢，我真係烤骨，我冇愛人嚟自己煮啲物件，點解？烤骨是只片呢嚇，只片。烤片。我對你後邊啊，我翹起來你係頭姜，你係聽馬㗎了，你係前視㗎，你係錄我翹起來。哇！特別一個學毛毛菇主角哦，喺處。哇！嚇！冇伊 assistant 伊 sous chef 特啲後尾頭翹，伊整係就即係頭翹。我覺得那個叫 smuggle 誒，我冇誒喎，我直頭日落個諗出來。我開嘅冇見笑，伊面皮搞啊，伊放實面皮搞。我日嘅了咯，嚟我日爆啦，日 hard boiled egg 啦，嗰陣時有佢哋燒賣啊，或者係會講嘅燒賣。我中意啊！冇啊，做嘢啦。我知你是冇。冇啊 plastic 啊，你拖誒丟嘅啪，好似裝喺啲 supermarket 啊，咋你佢哋攞買菜啊，你嚇，買菜啊，哦，啲咩方便咧？佢哋是做好多隻扎對嘅。哎呦，我嗰時候講我笨實，原來我冇笨實啊咯。伊唔是季節買飼料，你知無？你是好多隻扎對嘅。Not only that。哦 ，OK， 嚟啊。啲下邊我去想食嘢 buffet 啦，咁我看到嘢，伊拗緊水呢。伊 flip 嘢啊！伊有想 logo 緊水呢，有咗北京我冇看佢，我直頭又落隻對咪 ？Oh my god！哎呦 ！Oh my god！不得，幫晒師傅了咯。伊唔是幫晒，是大幫晒昂啊！有啊，幫晒昂啊！你學 tutorial 啦，我嚟做 tutorial，佢你話俾安怎幫晒？你教咁嘅？冇啊，冇開 back 啊，幫到佢咯。哎呦！呢條格格咯，格格。哦，就格格咯 ，because 樣都比較 busy 啊，冇去插到嘅嘛。我啲 airline 食 airline 嘅 meal sometime 啊。咩嘅？airline 訂到伊，我唔知同你話唔知啦。佢負責 airline 嘅 meal，伊何路嘅我先是自家嘅 create。真咩？有，我也去，我也有去處。哇！仲有一個有個用條個，世界嘅水嘅個用。幫殺昂啊！這件事。幫殺昂嚟嘅。誒，就咁傾，這是毛毛菇啊。Sorry，我啲吹，我搭飛機嘅嘢咩嘅？我頭睇啲飛機是直行嘅 ，ever 直行嘅。我坐 Virgin upper class 時啊，伊人豪華嘅唔知是豪華係咪黏啊？伊豪華嘅真係細玻璃，
真正趣味，我Shot glass 一粒隻我心，哈，一粒隻我心，然後個伊係 Virgin Atlantic 嗰邊啊，伊個伊介貼我心啊，我係喺啲入邊我係地啊。掉啦，你劈其實我睇到俾吹，我俾吹俾睇喎。你去吹，我講我一當聽到是本上啊網殺嘅時候，聽到嚟美國讀冊嘅時候冇鐳哦，然後你到下面根本就買嘛，然後到啲背機嘅時候都背單嘅，我俾睇睇佢背單嘅。有啊，我就借啊，你大把啦。我知佢入邊會 bag 啊，知你 bag 會咯。哎呀，當佢我咪講是聲，但我冇估住，後面物件乜做過啊？點解了？但我阿張咱只隻細變做綁殺去哦。特別，反正咱個做隻 episode 叫綁殺咧。咱講咱綁殺故事，OK， 我寫起來。咦啊，真係冇硬了。冇估，不是，你使講。即係幾 specific 嘅。佢哋是 clay 啊 ，clay 啊 ，plastic 啊，唔是 plastic 啊。你看落啊，向看落，快點，softball 呢？你邊個嚟？哦，嚇，對，這聲啊，this is before，安尼，這係 softball 呢？幾多啊？青色啊？哎呦，我被烤，我被吹炭咯，我噴血了。哦，你冇去掉啲愛吹時就對出來嘅。係咯。你特別啲我寫起來，嚇。阿莫人，依家去巴，我知道咪是幾啊人誒，係你巴out，成個 collection 嘅呢。有咩？我有300啦。阿莫人有做嘅呢物件，我係啱嘛有幾哪嚟？意思成個講你去邊年呢？你是頭啊？beer 拗啊，beer 拗呀。拗嚟係你巴嘅名啊是。有 special 嘅有，家姐有巴有安尼。家姐就係講嘢你 coaster 呢啦，你特別粗杯啲啊。依家有嘢拗嘅，啲嘢朋友。coaster ka quan ilang quan silang quan coaster là tao it's a culture thing 啦，你看你做阿莫人也杯是頭咯，你我係細隻。特別我講聽我這朋友嘅，是頭邊嘢，要嘢嚟啊。我朋友嘅媽好嘅人是做咧個巴沙威嘅estate 嘅人，特別飛機是特別是嘅，伊頭叫什麼？伊媽？我冇笑過。嚇！你是上謝了哦！我本是有別人啊，超人你知無？伊check 何做款㗎？嘢咩啊？伊超下你本啊，超查嘛，頭叫多啦，係咪啦？係你嗰時是 business class 嘅，應該講 business 包嘅了。no。แล้วตัวที่แค่ชั้นนี่สิเช่ากันแล้วอีตัวละโย่ตัวชอบมาสิจัดรู้เนี่ยฮักกุ้ยสิโบจัดเช่ฮักกุ้ยสิโบจัดเช่อ๋อแล้วว่าจะมองกูได้ก็อย่าตัวสไลด์กู是啊ตัวสไลด์เดี๋ยวเราขอจะเตะต่อซื้อยังซื้อฮะตัวอะไร你到底係頭聽我知病地圖 Paris 嘅 restaurant 嚟嚇唔是講隻聲聲，唔是講白色。撕掉我講聽，我冇估仔響嘅，伊唔止近日幾一個日幾 set 嘅啊。你白刀嘅時，你問佢，伊爽你繼續就出門嘅時，哇！伊講隻後水，隻獨丁水隻巴士行出去，邊個係獨丁冇去幾地，獨丁物件冇㗎了去。你知冇？舊衣乜嘢？你去大個你係朋友嘅厝嘅時啊，你會按照曬是幫實啊。你可能用嘅大啦是 Hilton 啊、Shangri-La 啦、Radisson 啊。That is a collection, you know. 各樣是你 collection 嚟，我隨講今日是我係 winner 嚟啊。
但係就見人講愛食車嘛 hotel。等陣，你咪講死啊！你忙曬事嘅講，但係講到啲隻勁正物件。阿John，如講辦晒topic before 如會記講亞打嘅 topic啊。哦，我寫起來啊，我寫起來。辣打筆講過了，辣打筆講過了。你講過咩？冇講過。辣打筆，我會記，你咪是講，你講嘅真係淨係你辣打嘛。係啦。你未記了啊？我聽我講嘅是啲參掉講掉，我唔是只貴 topic 講辣打。佢是講惡嘅。我即係你 camera 被調落去啊，被看到你啊，你到應該都看到你舊年啊。我哋有得剪頭嘅。係啦。嗰啲水嘅爛啊！哎喲，你冇學玩看到咩事掃掉啦？背起來更快。唔是叫你背起來，你調你 camera 當面撐你的嘢啊嘛，你冇看到毛毛菇呢？天啊！哎�呦，你愛有見到困啊！你見笑啦。我行人多嘅時，我係手就串起我係爛了。你頭聽啊！哇，是 OK。อันนั้นก็บ้องในบินบารุกาบ้อง Lúc mà cô gọi đi là Lần châu biển. Oh my god！ 我冇插，我係爛住一烹嘅。你俾人嘅事去放工過，唔是梗係吹嘅放工過一嚿棒。哎呦！你特晚你 topic 上面啦，講放工過一嚿棒嘅上面 topic， 哦，寬嘅，小寬嘅 topic， 哇！講得唔使血落。一條嘅 return 到啲 ，OK， 冇，但嘛，我講食，人個想看出去食物件啦，講哇，食無類啊，知道會食較經濟咯，是食咩物件？我知是大陸 Mankey 啊。Mankey McDonald's Mankey A&W Mankey KFC 嗰邊比較貴。係啦，尤其是馬來西亞嗰個貴。Burger King 貴啊！貴。馬來西亞 Burger 唔當今 Burger 馬來西亞嘅 Burger King 啊，那是有佢嘅 Facebook page download 嘅蝦米啊，e-coupon 有那隻 promotion。哦，promotion 幾辦幾時啫？平常嘅，即係平常誒，十幾塊嘛？啲平常嘅時作，係咪幾錢？單隻，平常嘅 burger， 有啦，到dollar menu 嘅，McDonald 嘛有，下個都佢只隻咪只根嘅，只 call 呢？只你看只係巴嘛？5塊，哇，5塊辦幾啊？嚇！哇，我睇你是 Whopper with cheese 喎，5塊膠你辦幾啊？5塊膠算咗貴了咯，5塊膠是 OK 喎。OK，等陣，咱一人講，咱算咗經濟啦，愛只經濟馬來西亞類啦，經濟是做這類。5塊。經濟5塊6塊你看咯。5塊，冇貴10塊。嚇。10塊。冇貴5塊啦。5塊以下。哇！如果冇貴5塊，冇貴5塊啦，哇！即係8塊膠。冇貴5塊，你看8。佢哋是差不多9塊了嘛，佢哋是除咗9塊了。阿邊都燒過一粒，我3塊。隻一粒。特別你自己想啦，你開9塊，你食一個 hamburger 你會飽。我食 hamburger 未飽，我係食3-4粒嘅 hamburger 我個冇飽。哇！你香啊！roti canai 咧，roti canai。roti canai 我係飽。roti canai 用機嘛，所以我食攞3條我就飽咯。roti canai 是一顆咪咪，一顆字，哇！營養，你大隻了，高科技咧，roti canai 兩件。你大隻了，細啊，高科技啊，roti canai。係咪呀？攞科技啊？高碳科技咩？roti canai。高沙了。學生啊！你使食3地啊，就under 5塊。under 5塊喎，嚇，食3地就飽咯。3塊一頓食經濟米粉。啊，經濟米粉真一隻。
你 order 大啊3方就大咯，3方就你會薄迪，那是俾巴，食個巴，你免去 McDonald's， 免去 N.W. 免去嗰邊，你食誒，แล้วก็อีหลังก็แห่เนี่ยเจียมารู้จักรู้เบบป้าอ่ะอีหลังเดียวที่ไม่เขารู้จักจะละฮะอีเดียวที่ไม่เขารู้จักจะละจะรู้จักกะเจ咯อีเดียวที่ไม่เขารู้จักกะเจฮะ嗰隻係咩啊？แล้ว等陣啊龜咯，別龜。龜貴啊，龜真係貴啊！因為做咩有人做嘅，人做真係幾間嘅物件真係貴嘅啊！等陣可能是地些地啊，鹹煎餅，點解嗰隻鹹煎餅是無類似隻鹹煎餅咯？鹹煎餅係一隻龜，你食咗半夜巴 ，because 一千啲油，油做了巴。食內地西內啊，講真。鹹煎餅係家己做咋，定係用嘅？變咗我做。我未曉你安怎做伊度？伊度咪是 like flour， baking soda， 冇 baking powder， 你係水、奶、鹽。安尼咧。recipe 啊，我哋啲就學咗啦。嚇，你教我哋，你我講，你試話講，你做咩 good 啦？冇話上我哋 good 啦啊！我做落地就應嘅咋，我做落地。啊，做。我係用落地嘅 machine 咯，落地嘅 machine 啊。不，我做落地做 from scratch 嘅，我用你 sourdough 嘅啊。所以只應呢，你米粉叫水叫鹽叫我嘅 starter， 我嘅落地嘅 starter 嚇。然後你咪冇辦法用只鹽，冇用只米粉。米粉。係咪米粉冇分隻貴嘛？米粉我係佢哋個半嘛，你間攞殼膠呢 ？flour， 哦嚇。個半攞殼膠我做是都是1000 gram，所以冇講真正貴啊，係1 kilo 咯。你是炸魚嘅咩？伊意思是炸魚。不來，伊冇炸去，伊有炸咧變做白行去，伊冇講炸補去啦。就 acidic 嘅啦。嚇，因為淡薄要 ferment 嘅咯，所以我就喺呢隻影呢，我參，แล้ว我講咩係伊步咯，伊步伊隻 starter 咯，伊步參鹽淡薄米粉，伊步學嘅話幾係叫伊步，老布啦，嚇加布啊，加布哦，係咪加？是敲話咯，加大嘅加。那華語係你叫咩？酵母嚇，發酵的酵。唔是讀燒你就你望人講啊，你教我拍唔到啦，你本身比賽唔了。pronunciation 係唔對嘅，當你考政府冇人讀到人字㗎啦，冇使㗎啦，伊唔是叫做燒咯咋，伊唔是叫做。阿妹兒，我冇一啱話。你計講啊，即 yeast 等人話，人講到未 ？mother， 我人是叫伊布啦，娘人叫伊布，แล้ว係แล้วลูกแก้วแล้วลูกจิ้มจุ้ยอีลูกพอทำจริงตุ้ยหน่อยลูกถอยลูกมันชิบเอลูกจะเนี่ยถอยจะก่อนเนื้อเนี่ยถอยแล้วลูก做個試到個刀เนี่ยพอทำจริง試到做แล้วลูกปัง到喺畫咯畫那個3點鐘4點鐘5點鐘啦ลูก看你做冇做แล้ว畫一 double 咧是ลูก嘅อี落地嘅切做一般我開始是做2粒啦500 gram แล้ว做啊係到啲酵母嚇酵母即係放嚟試啊之類。對，係燒，特別唔是燒，唔是讀燒嘅，我人嗰啲試，人嗰啲食燒嗰啲，人講，伊叫我拍，你拍燒拍未出嚟，我拍字，伊唔知叫做焦啊，什麼？拍燒拍未出嚟，住講拍燒拍未出。定覺啲。我唔係講咩，拍燒拍未出咩？哦，這是你紅，這是四百九嘅紅。嚇？四百九，誒，你講，別使講，誒，你講嘅啊。嚇，對，唔是四百九。未使講嘅紅，未使講嘅紅，酵母，咕咕叫嘅酵，對，酵母，對。
伊椒那么无拍椒拍袂出，就是叫椒母。錯本嚟嘅。誒，椒母誒，你啊400九嘅啱啊，冇，未使講啊，未使講嘅啱，未使講嘅啱，你咪是特別有畫面啫。係咩？就冇嚟椒母咯，椒母。會使講，你是係咪椒母？我搞這個，拍椒母，椒母。呢變咗會使講。咁如果講就未出，我講嘅就未出，椒母好見我得講樣叫發昏了，發昏了，叫發了，發昏了。發昏啊，發昏啊嘛，咖波是一粒嘅嘛。發波啊！你講咖波啊？發波啊，發波啊，咖波，發波啊，叫。你講咖波啊？冇聽過啊，咖波。我是叫義布嘅。義布。你在往佢去做咧？義布咯，成義布。mother。娘娘人講嘅。啊，娘娘人講掉個娘娘人叫伊話嘛叫義布。我係媽嘅了講義布。去做義布，要做法規，咪是特別做義布。啊，แล้ว哇，咱黑潮咯，我黑潮咩黑潮？做法規。用去裝嘅。法規我都唔使啦，我哋諗做法規嘅，我諗唔是做去裝嘅鬼打冧嘅，裝嘅啲用嘢嗰啲嘢椒咩？法規有本啊，特別法規嘅等人啦，法規嘅等人，法規是為等算嘛。做咪菇呢？做咪菇咪是用義布。係咯。哦，對。你都唔使咯，對嘢佢人叫做個咪菇人就使啦，人做你。你咪學話咯，學話咯，叫義布啊。但嗰時唔有麻煩我嘛叫義布啊。嚇，你每麻煩人叫咩？椒母。係咯，我問唔使。係咪上個羅啲咧？你就係用義布。但係咱計無學邊嘅，你冰即係毛菇吧？你講叫做咖波嘅，咱無去聽，講叫蝦米啊？叫蝦米？咱全部學邊。你每嘛是叫咖波。咖波啊！咖波係啊，毛菇。特別我冇咩相信，毛菇嘢話是淡薄不騰晒。我偏路咖波，叫咖波是 ITV 本土啦，面夾冰嘅嘛 freezer 啦邊嘅。哦，咖波。OK， 咖波。誒，即會使講係是會使講嘅我上年哦，依家4萬2年啊。會使，對。會使講是你啱是多4萬2年啊，4萬幾年？4咗幾年。哦。係毛毛菇第年。係咪毛毛菇你嗰邊有少年咩？Of course。毛毛菇死咗幾年啦，of course。那麼是第2樓一邊，應該掉咱哪人？咱是。你想係咪？我想要，你想呢？我想好。我想糖。你是等我講你是，請測幾回過去，4回。好，3號4頭50落咗7咩？別有過回咯，你到一個回啊，應該中。應該到一個落回。แล้ว毛菇是想即就4頭啦，你4頭。4頭。แล้ว490想咩？多。想多別使半減啲。菇，OK， 是多，是我4我只找一回嘅，因為。係咯。我仔啊，都幾回。我幾回啊？40啦。係 sorry 40啦。70啦，你講啊？哇！見你啦。我講40字。我70落去啊，個當佢人嚟興，我就真歡喜啊。OK， 啦，咁咱繼續話題呢。咁樣講個啲咱嘅最勁姐，細聲。如果有 try 過上加伊個內加多瑪多炒。真好食。無我用 rice cooker，你特別用啲大粒嘅 tomato 嘅 beef， 就講 beef 嘅 tomato 啊，係咪？大粒嘅 tomato 嚇。你講個人一煮，講個人一煮，嚟，你講，490講下。rice cooker 咯，係啲 rice cooker 呢，係咪近過？490。我是加伊個Maggi 米加煮過哦。
安怎你講下啦，那煮白白呀。啊，煮加白白哦，then 哈是煎伊嘅內餡 ，then 殺伊嘅殺 ，then 煮伊嘅 tomato stir fry 是安怎講？阿莫叫茶阿莫叫炒伊嘅阿莫叫 ，then 摻伊嘅內地後尾 ，then 後尾。特啲啊，妹，你係特啲伊女特啲，你頭先特啲係啦，你特啲你後背。我食叉嘅啊，我食叉都食嘅喎。啊，我落蒜頭嘅，落多馬多啊，因為你一拍過啊，因為我冇拍，我當下邊個嚟拍。因為tomato 是愛煮卡煮嘛，interruption 啫。anh có thầm á, check online, Thái Quan lang pun kêu Cabo. Cabo. Yeah, congratulations. Cabo. Thái Quan lang pun kêu Cabo. Tapi我唔知係上線啦，台灣人講定是人講？我估咧，歡喜你佢勁全部人看啊！冇啊！係咯，請㗎了，佢叫全人請㗎了啊 ！ICI， 即係 Alexa 未看啊，呢落嚟嚟貓嚕啊嘢。未㗎，而你看到他。搞冇？咱台灣人講你講冇講學你講啦，係即就講我特別曉煮，同唔使講面，嗰個係女嗰嘅去後尾落係，你講下你人家煮。好咯，我冇咯喎，知你喎。等 OK， 等陣我可以講句知道，學你講句就好多機會講句知道，來試下機會來機會。哦，OK，因為伊個女是真係咩煮了吧？煮食了嘛？所以我是煎伊個女性 ，then 你是炒定係煎？煎咯，煎一粒啦，成個南面安怎煎？馬達倫布係咪啊？唔是馬達倫布，伊是我是做 scramble egg。炒啦，你叫做炒啦。炒啦嚇，炒兩樣。因為 then 我是在伊個 proportion。伊個 proportion， 咪做埋啲啦，比例我唔知叫蝦米啦 proportion ratio 啊，伊個 ratio 是一個 tomato 兩粒卵，阿莫叫，一粒阿莫叫兩粒卵，一粒阿莫叫兩粒卵，所以炒伊個卵先 ，then 炒了，伊個阿莫叫安怎切？放啲餅 ，then 阿莫叫切細粒，還是蝦米？哦，Q 吧。dice 啊。dice 本會使，如果愛 slice 本會使。切片本會使嚇，切粒本會使。係啦，嚇了阿張。重要是伊個汁愛買互伊點講啊 waste 買拍生嘅汁，你就俾燒起來汁。伊愛燒伊個汁，所以佢是愛燒伊個汁哦。所以切好了就夾定出來。撒伊碟伊個pot啊。撒到pot嚟喂。係咪？你係撒咩物啊？伊個阿莫叫啊？伊個阿莫叫。你無係油無杜米蒜頭咩無啊？敢若係叫阿莫叫啫。我是用牛油，淡薄嘅牛油放啲伊個花生。OK。點入面。然後咧係阿莫叫係都係伊個牛油。then 撒 until 伊放淡薄嘅炒啦，炒啦。清炒，你看 then 放淡薄嘅鹽，淡薄嘅糖。糖啊，還是糖？糖是 sugar。糖嚇，糖對。糖是啊，糖是糖，我想你係 chicken stock 啊，上面係糖。糖嚇。淡薄嘅糖 ，then 煮好伊變較軟。較綿嘅啦，互伊個汁放伊互伊個汁然後出去哦，出汁啊。了解。伊出汁，after 伊出汁誒，then 要倒誒
放參嘢女。係到堆女到堆去啦，但我煮食咧，叉食咧女叫係到堆去。then 叉播會使了 ，then 你 standby 個嘅Maggi 麵煮好了，就參落去咯。哦，你是參係落去你啲女加tomato會去攪呀，一做隻叉啦。但我啲甲人講嘅你tomato煮飯都冇上。冇上，伊是講伊煮麵。我要聽你tomato煮飯嘅講話。搞，是吧？搞，講個了句，時我當然未明白啊！我聽我，那是講你講嘅時候，我會 imagine 咧，我自己煮過就是講你成功啊講。特別那是你後係到啲後背，我唔知啊。我講嘢後背是因為嘢你後背呢個係到對哦。我成講你煮你就俾攞你 stove 自己到啲你頭整，自己到啲後背咧，你煮一邊煮嘅tomato咧是邊個嘅後背嚟猜？係時啊，我係學嘅。有見搞啊，當你講成功啊嘛 ，take time，了後邊我明白啊，你講我係 understand 㗎啦，你一步兩步㗎啦。แล้วแต่มา你講四百九，唔是八劍店講煮飯係 tomato 嘅時候做咩 ？tomato rice 啊，即係唔是。即個是挺 famous 嘅 actually video 嚟聽，即係人看啊幾嗱嚟million 嘅。即個是一個 Asian American 做嘅。Mike Chen 是唔是 ？Mikey Chen 啊 ？Strictly Dumpling 啊。對 Mikey Chen，對 Mikey Chen 嘅。伊 basically 嘅一個tomato 剁了肥肥嘅啊，一切安尼。伊 skin 啊，開 skin 啊，然後伊係到半。哦，所以你 cross 嘅 cross 就係一煮嘅時嘅一計一破一吹嘅出來，所以是你水咧係咁樣多，你愛係咪？好，安尼你真正平常嘅 ，exactly，但係我看到下咧，我家己煮是真正好食，你再冇看到多乜多咁大杯呢？แล้วลู免切免下面，ลู係伊多乜多入面是伊煮是伊配女伊ปิด起來，แล้วก็伊多乜多嘅 juice。哦，你cut 出嘅是，你攪伊多乜多參加伊哦 mix 起來嘅啦，真係好食啦。แล้ว伊係淡薄鹽，淡薄澳洲粉，真係好食。比如啊，你特別用杜醬，你別用杜醬，免用頭薑醬嗎？係啲一個碗啦，用杜醬。好食，好食。你夠好食咩？唔知哦。成日有人時食啊，即係叫人家配合，那配俾用手食，係咪？特別用手食叫人家配。那是簡單。係 economy。你愛加 complicated，要係 asparagus like 係。參與煮啦。荷蘭呢是我係luncheon meat。luncheon meat。我係 spam。哎呦，我食得亂咯。actually 我以前定住話就是煮一個是嘅 KFC 一隊 KFC 都叫伊個 rice cooker 伊講好食喎，我未 try 啊，或者。馬來西亞嘅 KFC 都冇。特別我講我未知。唔都個 Australia try 係你 KFC， 伊講好食。好食啊！哦，我未 try 啊。特別佢。你講食聲啊？你諗捌做菜豆粿？我捌做過 ，actually is quite cheap 啊。菜豆粿點啊？龜甲咯，龜甲。哦，菜頭粿。龜甲。菜頭粿啊，菜頭粿 ，Saturday radish。對。你加嘅叉大乾嚇，啊真係字名嗬。rice flour 啊。米切。有你加去嚇。脆。點解會有 heavy 啊 ？heavy 嘅好似啊。你係 heavy， 你係臘腸咁你。有你脆啊嚇，你個愛嘢嚟做嚟食，煎菜豆粿啊，你嘅煎咯，你煎係菜包係咪？哦，即是成間去食點心嘅。做真一隻，嚇，你自己做啊，一出來真一隻。XO sauce。我想講做煮龜甲真一隻工咩？一個like actually 冇嗰隻坎坷，依 recipe。
意思就會嘅工就會吹一個被拎嘅斜一個嚟查。成個我做落地呢。日本留意會好做，แล้วยากุปุ่น會好做，伊朗บัด係啲，你บัด做啊？伊朗係啲 Facebook，我看到哎呦，伊朗間嘅 good 啦，我想，我冇呢硬剛啊，我食我係大條隻，我未大條豬。你叫我做normal嘅，我都冇做掉。I mean，即係個唔是隔人別人叫我做，我自己愛做嘅，特別我冇做。Actually，冇講有行。如果做落地面用佢哋 break maker， 特別你真硬了喎，你邊我做啊，我綁掉most of the time 啦，我成日 manage 嘢，我當掉我落地嘅點聲是 maybe 個半點鐘。Total lah, but it take a span of about 24 to 36 hours 嘅點先。係啦，單嚟點先。But because 你會使你嗰啲安諾人會打閒3餐食落地，我出來未？我未。我都冇打餐食落地。我冇打餐食落地，我是講當今我做了什麼？因為我有興趣做，我是啲研究看看按怎做伊個。你咪勁濟咯，做落地，冇幾撥呢，冇幾撥呢。特別落地啊，外出啊，你就了啊，做落地。按照冇幾撥，然後你免水嘛，你會電費啊？對啊，電費對。電係啦。而且補隻菇呢，補隻菇。我攞下，我特別補500度啊，我 preheat 500度1點鐘。你可能就按嚟做佢啊。500度咋？500度是200幾？Fahrenheit 啊？冇500 Fahrenheit 掉啊！แล้วอี500係嘛200 something C 唔知200 230啊something嚟嘅啊！แล้ว我之前見只咧 fresh 嘅時候就講下，你把你個補出來，係直接咧啊都貴嘅時候，哎呦，伊個家人家上班啊，你切嘅時候，伊個落地咔咔啊，碰到佢幾準嘅了。係哦。特別之前家人我真胖嘅喎，你平時你把 butter 落去，佢就做淡薄一樣淡薄，你配個家人時，哇400好食。等住我做佛家先。配滿隻佛家家佛家家怪硬做 it's just long 一單嘅點先用橄欖油嘅嘛，橄欖油係咪 olive oil 啊？橄欖油啦係啊。แล้วactually 我有一個 recipe 是 sourdough 嘅佛家家。sourdough 佛家家是。你少人美國人嘅咧見食 sourdough 啊，好玩呢個味素成個一炒起哦。條妹特別好食when 你補。我冇關係啊。你炒水你冇是改變啊？一炒水，我去 California 即係我係好朋友啊，伊人 San Francisco， 伊人嘅 starter 啊是 heirloom 嚟啊。200幾年啊。伊做落嚟舊嘅伊嘅學伊啊，一做嘅話，我咪滴住伊啦，所以我講好食，好硬嘅食，特別我食咗成個，哎呀，即係落地炒水了特別你會使做 sourdough 其實是一個辦法嚟，一種嘅做法嚟。你會使 sourdough 啊，你買一水，你買 ferment 嘅菇都變得水嘅。是咯。你會使佢，你成日我能 control 下，我是自家食水嘅。我伊是拿水，我是講拿蘇格。แล้ว伊若是你若是想有人無蘇格食水嘅，我都係較濟伊 sourdough starter。แล้ว伊就發較快發，較慢發咧伊就袂水，所以伊就是像個 replacement of 你嘅家寶呢。媽媽姑家寶，我想家寶是你買家寶呢？你蘇打買家寶？baking soda 啦。家寶真係硬嘅氣咯，睇下係咪是冇家寶。我估你衰不多，家寶是做落地，
嗰啲啊，嗰啲頂面一百年冇可能。我是做 roti 是 carbohydrate 來，所以你我愛你看會去。特別對 carbo，或者跟你講即以前我真係叫啊 hydrate， 叫做 hydrate。carbo 係普及㗎咯，carbo 係carbo，唔，阿你roti嚇，你那是做 sourdough 嘅yeast 啦，唔是冇用 yeast，用 sourdough starter 嚇，伊個較用 digest 就較用消化。Really？因為你米筋啊 protein 啊，伊個 gluten 啊。你 already 伊 microbes already digest 伊 microbe 嚇，所以你 break down 啊時你較用你身軀較用 process 伊 carbohydrate， 所以有啲人成日有我講 OBS 是話係 software。IBS 嘅人有啦 IBS 嘅人嚇，伊較用 digest， 你要食 sourdough 嘅 roti， 伊就較用消化，因為 yeast 你 yeast 做伊只快，特別伊無食伊無夠，伊 actually 是伊 fermentation 嘅時做伊 breakdown 咋。伊無 breakdown 伊 gluten。because 你係yeast講伊真正快發啊嘛，你免等嘅久，所以伊無 breakdown 伊 gluten， 所以只係時較歹，有人成個掉積啦，還是有人愛成個生烘嘅呢，成個 bloated 啊。係啊，IBS 消化嚇。所以食 sourdough bread 度較好時，人講成很啊。然後我個做 sourdough 嚇，個村嘅 sourdough starter 啊，你食 sourdough 咪是你度平時咱做落地時咪是講咯，你咪是要村嘅。你特別燒啊，你燒起來後嘅時，你會使嘅嚟做 cracker 嘅。所以佢係 continue 嘅咯。啊！你對諗嘅嘛？你對客家嘅嘛？無你咪是哪做哪做哪做。冇 serious 但係我學到有 recipe 啊，即係而嚟做 scallion pancake。哦，我知啊，我大班人真好食，另外這係咩kimchi pancake 嗰個好食啊。哦，伊 because 伊個水啊，你知伊嘅 pancake 淡薄水杯啊，你係 kimchi 啊，哎喲，咁好食啊！我有試過煎一粒蛋喺度啲頂面嘅位。一女個淡薄嘢 runny 啊，哇，好料咯！你都個 Korean 嘅murtabak， Korean murtabak。講到 murtabak 是貴啊，班長貴咧。murtabak 是貴，班長貴，飯啊，就是班長貴咧，實是經濟價咧，食生生咧。冇啊，做飯魚，班長貴。或者你去買開班長貴話大地喎。你講教會啊？我如果你教會啊，是教會，I think 教會較貴，教會較便宜。是教會較便宜啊！你播 individual 嘅人食播啊，你 normal 嘅幫襯貴啊，佢哋唔係人嘅幫襯貴，你邊可以做得嘅？住住，你識講咩？係咪啊？幫襯貴嘅佢哋 plan 啊。你計啲了嘛？你做得會呢？計冇變病。冇做 corona 話。家長講啊。corona 係幾年真貴。係咩？我未講，你知做咩事？我講上去班長貴哦，因為印度尼西亞叫 murtabak 嘛，伊叫 murtabak manis 是班長貴 ，murtabak manis。真係教，真係做啦誒，真係用做啦。哦，伊人會教嘅啊。伊是人嚟翕賣卡咯，我是叫做翕賣卡啦。你知咱班就嗰兩種啊嘛，一種是小地，一種是大地嘛。大地啊，大人叫教，我諗嘅大人叫教叫班長貴 ，pronounce as D。其實講玻璃是叫班長貴。哦，班長，呢個班長，呢個班長。哦，我一發你頭一擺聽到萬盞龜跟班長，是新加坡伊是叫面盞龜嘛？哦，面盞龜啊，我冇係這個。actually 伊是班盞龜，班盞龜是伊個 original， 班盞啦，班盞龜。盲腸是上加。盲腸是上加 confuse 去啊！盲腸啊，冇盲腸是 frustrated。geram 盲腸是 geram。哎嘛 frustrated 嚇，把它打咗打。
你使係女嘢啊，有人係女嘢啊，martabak manis， crispy 啦。係你咪是會使，係你會使，大地會使係女。我大地冇係女，我冇看過呀。特別較濟是你細地較 personalize 較濟，你會成啊。你 order like 隻安怎邊係，當今隻濟啊，你係鴨啊，係巴虎啊，係你買蘭達，唔是買蘭達，買蘭達是隻你別笑我，你叫咩啊？加工，唔是chocolate 你叫咩 ？chocolate Nutella， 係咪辣蛋？買蘭達叫買蘭達是你隻別笑話是隻啊。買蘭達唔是咩啊？老細要啊？你食啦，不多邊好事是食啦 ，upset stomach 是食，買蘭達。個有，但我成話咪辦機，你攏只無少掉個辦機嘅food經濟。機場飯。誒冇啊，機場飯係你跟丁嘅約會啊 ，OK， 用冇啦，你笑掉啦，是辦機 food，你講咪 potato salad。potato salad 咯，自己做，哈，一定得我到全部是做 potato salad， 我做 egg salad potato，egg กับ potato salad。hard boiled egg 啊，冇看到 potato 我想咪做辦機，你是自己到處做咧，你做啊條只餐。啊，番薯對，番薯梅。冇番薯燒嘅番薯。燒番薯，係成日我呢個 office 嘅，你是冇啊，我做嘅面是係你 sweet potato，我做嘅是。sweet potato 好，你是 bake 嘢好，你係鵝藤啊，個 butter 就知。哦，啲啦，我係 marshmallow。毛菇你買冇差掉呀？你買實隻梅啊？係 OK。KL 有一間嘅cafe。佢實際上，伊上加McDonald's 嚟看你古早，伊間係做即個 baked potato 呢，規間店做 baked potato 嘅，係咩名咧嚇？伊唔是 restaurant， 伊是上加做嘅細嘅 shop 咯，呢。這邊咪有 Spud You Like。Spud You Like。I think 是伊嘅哦。Spud You Like 啊 ！Spud You Like，Spud 是 potato 意思嘛 ？Spud 是 potato 嚇 ，Spud。Yes。แล้ว你ใส่แห่ซา sour cream or chives ，butter 我做嘅當 office 做嘅是 salt and pepper เนี่ย啦，就是一個經濟啊。誒，แล้ว包咧就包咪是經濟哦。包啊，就個雞一包，雞一包豆沙包咪是經濟咯，嗬。แล้ว好嘅人夠食大包啦，我冇啲人是食豆沙包呢，那豆沙包是隻飯嘅。我啦，嗰個飯嘅上面饅頭，冇包行嘅。行角爽，包角爽。你係 butter，OK。羅蒂咯，食羅蒂，我聽到大澳時是食羅蒂。食米菇。米菇啊，貴啊，當今。嚇，拜鬼冇蘑菇。拜鬼啊！搞咧，我講聽蘑菇啊，俾啊蘑菇，你是唔是試過係俾一燒就成到有啊？好啦，算啦。依家我見食蘑菇嘛，我蘑菇是 nostalgia 本啊，蘑菇是特別人講阿媽用拜鬼貴嘅時候，在我紅教一直叫學玩鬼大白，然後冇人食嘛，所以我就吸緊嘅你冇你香菇嘅啊，有香菇嘅我就學我狗食咯，冇香菇我自己食。你係狗？我厝嘅狗啊，我嘅狗有香菇特別狗就食嘛。包啊，哈你，哦，我嘅狗。這是蘑菇就面唔是到啲美國噶啦，啊，這裡是佛狗。我聽到飼狗係嘛厝，我厝飼狗多邊樣嘅事。唔是當金，唔是當金。人哋當金我都整到冇蘑菇，整到冇啱。嗰件字是咩嘢啫？隻茶邊款自己炒。佢個經濟咯，佢個經濟。
只板衣啊。叉背我當當今最近嘅時啊 MCO 嚇，我叉背只隻刀咯，我俾人隻面一大箱到啲 Costco 嘅呀，即係8罐10罐啊，แล้ว我是硬呀小隻。個好食喎！哎呦，我係真正叫叉背嘅。我可能講埋咗叉下，我係叉背，你看叉嘅，我係叉背，我是切我哋冷浸面咯，冷浸面切腳啦，切格啦，腳嚇嚇，แล้ว切格แล้ว時到夾去係到啲點去成叉成，我開始是實串為 bacon 嘅 fat 啊。煎 bacon 嘅時，然後就係係一對豆油淡薄啦，是嘅，煎了台整嘅都惡胖胖嘅呢。有時我夾起來，啊無了係餒，拍餒3-4粒嘅呢，拍餒一下，去攪炒到啲，喂，冷浸面實一邊啊炒位餒咯，炒了時我餒到喂冷浸面就燒起來，咪倒起來，即另外一位。有時我就煎係油就嗰隻豆油豆米或係蒜頭，或是係藤頭本。然後豆米咧時就係菜咯，我係食菜時嗰陣時係 bell pepper，bell pepper 是叫咩啊 ？bell pepper 是定冷椒嚇對。然後有人叫咩？叫咩？我最近冇聽到 Australia 叫 capsicum。然後我唔係聽過 capsicum， 我最近冇聽到啦。然後馬來西亞冇叫 capsicum。馬來西亞冇叫 capsicum，特別我到馬來西亞就冇聽叫 capsicum 喎。我馬來西亞是 capsicum 應該是一種 imported orange color 嘅色嘅。the taste is green pepper。我是叫 green pepper 呢嘛。by the way，green pepper 炒白油泡真好食。你係嗰啲，喲，你睇到乜嘢鬼哦？白油泡炒 green pepper 加係嗰阿三哥加糖，呢啲水啲嘅，你有加番椒，你使成番椒，滿切番椒落去炒。白油泡 pepper。白油泡。你有加這裡阿三個水，阿三個水加糖，攞這，攞乜隻鬼哈？這裡有可能是 green pepper 還是 green bell pepper？green bell pepper，OK。哇，唔知攞乜隻鬼啦？哎呦，這係咩？哇，係咩啊？豆油吧？喲，這 stew，chicken stew。冇聲咯，英國film，咪冇 on，隻聲。Oh sorry，這裡是curry cake 看到是了嗎？哎呦，自然，是了嗎？這個冇講嘅，喲是啦，喲。我經濟背啦，那是了嘛啦，你包餅的那是了嘛。我是食生嚇，佢哋咪食生生咯。係咧，ikan bilis 嘅女。嚇。多出做卡只嘅咧，唔是卡生啊啦。是啦。啊，你特晚你炒背，咪成日攞炒落去，啲菜嘅落去炒，你真係都是揀咩菜？你係真係煲高麗菜又好，都係小白菜啊，啲baby 白菜啊，上面咩使炒嘅？但係炒咧是可以跟菜女咧是 carrot 嚇 ，celery 咩使 carrot，喺度倒啲背落去哦。แล้ว我是用咩菜？我是用 teriyaki 還是豆油啦，嗰個嘅豆油我一定要串 teriyaki sauce 去 restaurant 食，仲要串幾多罐咧，所以我係 teriyaki sauce，係蠔油，係胡蘿啊，真正好似係胡蘿，成個都炒用鹽糊炒呢。係咪是胡蘿？胡蘿，你 fish sauce。fish sauce。嚇，你用 fish sauce 炒啦，你用 fish sauce 炒係伊成個有嘅鹽糊炒呢。有幾類講嘅，有越南嘅，有什麼嘅。嚇，什麼嘅好啲啊？我係是三隻尖嘅，我唔知咩，什麼是越南，啊？邊是越南？我是越南嘅，我是冇 squid，sorry，沙當。椒糊漂。椒糊漂嚇。แล้วหัน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ฮันเลยเก่งเจ๋อเลย特別好我啱真正เก่งเจ๋อ所以主要not get我差真正我知比較好知係說，冷面都是依個 idea sounds repulsive 啊，特別
你食掉是好料嘛？我係啱唔加食。你講咩？係咩？那是買人真咩事要bằng sốt咯。你使係白本啊？你使係杜白啊？臘腸咯。杜白臘腸咩使嚇？特別我係啱唔加食。特別我是真正是食人真面啦，我是。我係驚個是加食呢啊！喲。人真面嘢嘢。種。人真面我貴電料我對照。我唔想。我知佢係除了。อันนี้กา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โกนนะข้าววันนั้นจะไม่เสร็จเลยค่ะว่าเสีย皮啊好我一頭夾嚟夾一片嚟食มันจู夾啊kalau tu nasi goreng kampung si semit ni lu tak kafnya nenek 叉咖咩叉脆啊江湖姜哦你有切and then after that 脆醫生脆一下夾出嚟脆一下 and then 油嚇脆係咩啊？你講脆係咩？脆哦脆嚇，所以umami是從江湖鏡嚟 and then 咧嚇lu ada dia whatever lu suka lah lu ada bak misalnya demi bak lah lu kaki suka and then ada uhe kau ali tabai bulung he lu ki okay and then ye graving ni hale ye biso le lu bisa he tau ching chung lama he tau ching 除非 lu he kau ja jiu lah and then ye he kicap manis he tampo he calorie tampo hale sikit nasi goreng kampung 好食本哦，拉沙。還啊做，好食。依用江湖鏡喺度烹嘅咯，誒，即係咪是差唔多噶？係實話係胡亂很像咯，伊像啊江湖鏡有一種嘅鹹香嘅味啊，媽咪味咯。江湖鏡就係布隆，係最 important 嘅啦。and then 個 manis 即三零件。我有係，我家姐有係即係 shallot 是長頭鏡嚇，車長頭，唔是車，伊是 shallot，長頭鏡。叫我做即係啊 KL 嘅福建麵 ，KL 嘅福建茶 ，KL 嘅福建麵係啲獨背麵。福建茶咯，而係福建茶嚇。又係杜油把油泡，你咪知你轉你把油嚇轉，在當嘅少年家有聽轉把油就是轉嘅去把油去轉，就是講你嘅把油一滴啊，係嘅去點去煎雞，變咗家庭嘅出油嘅油嘅嚟做物件咯，然後你泡要把油泡，你就是嚟做迄個但媽我講你做阿三哥咯，你唔知是娘娘家，還是有可能是我出來人揾很煮，因為我嘅爸是我講啦，是未杜白嘅，然後伊有可能未杜白，你有春杜油嚇，伊就是過來太杜咧，你無人買嘅杜油咪是過來轉咯，轉做油來用咧，是伊春嘅白油泡咪是過來炒。炒 sauce 很咯，好食咯，就好食，一熟伊會接了咯，一熟伊會接嘅了啊！哇！我垃圾講好食，如果是個甜個水個咖喱淡薄啊，伊無你現煮起來是伊袂軟過嘅時，淡薄咖喱淡薄，你爆落去嘅時候，伊個淡薄油出來咧，伊淡薄個水甜，真正好食。加辣滷啦，加辣滷你食。辣滷嚇，你我學條嘅我。無人女啦，差快呢嚇。毛毛菇嚟，係毛毛菇你煮，你 try 下。我唔是講我學條嘅我唔是用即個白油泡嘅，我是用我白油泡我冇有用，但我是冇用 bell pepper， 我是用迄個叫咩 okra。哦，角豆啊。gắt tàu nhớ chẳng có đồ biết chẳng có lúa chẳng chẳng nó本是即係阿三哥阿三哥本嚟係差咗lúa okra 你只放阿三哥嗬你只放嘢 okra 是變 yellow color 嘅
哦，acid 做。冇叫三比粒啊。嚇，家陣年啲啊，對。家陣年啲。冇叫三比粒啊。家陣年啲，我叫啦，家陣年啲。有啊，我媽叫家陣年啲啊，我媽嘛叫家陣年啲。係咪嚟？佢格豆啊。係咪嚟？格豆。I think 是nyonya lang叫家陣年啲呢。一年啲都是伊成lendir是個lendir，家陣lendir。ลูชาฮะเลยแบบว่าสิเป็นนี่สิกลิ่งอ่ะเป็นนี่สิกลิ่งอ่ะอะไรแต่เป็นเสียงนะแกมพวกแกมดีเลยเบลเปเปอร์ลูเบสใส่ชาไข่กูเว้ยลูชาไข่กูอีหลังแตกๆที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ไม่นุ้ยล่ะเหรอใหญ่อีไอคันชีก็โหดใหญ่แล้วออกกระไรลูมุนชาตำบกรันว่าพอสิชาถามจีน่าแม่เด็กที่ไหนลูเบสใส่ชาก็ไอหนัวกูชุดจับเลย當今嗰陣年啲嘅行政咁咋，係貴哦。一攞7塊。啊，咁你制嘅了誒，喲你依家好難。係買柴嘛？係大大隻買柴。哇！1 kilo 7塊，特別一斤錢啊！冇1 kilo 啊，差唔多嚇，都比較難。頂到是除咗檳魚隻嚟就頂到是隻嗰陣年啲，差300啊，嗰陣年啲差300是隻檳魚物件嘛。冇料咯。對，嗰間貴啊，東京。啊，係咯，喂嘛。發漲博得單脆啊。wing beans。我是也suka差300 belacan, oi. 我 suka 食這裡kacang botai，我 suka 食ulam。ulam。叫 wing bean 還是 green bean？wing bean 是我做絲格豆哦。哈，對絲格豆。對啦，絲格豆啦，對。絲格豆啦。你冇叫 kacang botai 啊？你冇叫 kacang botai 啊？nyonya叫kacang botai。有人叫kacang botai冇有。kacang botai。格豆。啊，我叫 four angle bean 啦 ，four angle bean or wing bean。我愛整嘅，冇賣了。我愛整嘅 first。heirloomseed.com 已經 throw out。throw out 意思。誒，咱會知雜牌不容啊嚇。安怎知？我在細號，我成都有嗎？我會使夾出來意思。你雜牌不容呢？你買from濟南店呢？你袂使係成都裏邊，你一頭你用落地夾出來 ，remaining 燒到 freezer。I say 啊 ，freezer 係落去，係隻直接落 freezer。你爸爸我 every time 我你愛整雜牌不容嗬，你夾一粒出來，開呢哦，切開，抌落去。just normal 嘅湯呢 ，and then after that 冚唪煲呢，買一寸管就嘢啊 ，and then 伊就生啊，一件生隻字，生隻字啊，winter 時啊，winter 時咧夾住來，伊會打行個暫時呢 ，because 咧normally 咧，伊會打行個真正冷嘅點先，差唔多愛 around 12月呢，伊就死嘅，但係你會記啊，你燒咗安尼一粒紙嗬。一粒嗬，是真正一粒紙嘅啫喎。所以你that time 了，你雜牌不容嗬，上加過好嘅可能，你harvest 愈濟咧，一生愈濟。你是講你無 winter 時根本無夾入來啊？你一頭放落地。我夾入來，我有夾入來，但伊就死咗到厝內邊。哦，到厝本死。到厝內邊就死。你安怎啊？你一頭放。你 harvest 到，就是說連伊pick 點聲時候 ，actually 嗬，我你都歸正歸。第二擺啲嗬，4時點聲就係成嘅3了誒，正正嘅嗬。after that 嗬，一嚿個 spring 就一 sprout 出來咯 ，sprout 出來啊嗬，真正隻驚就冇，真正隻一粒呢，你用一粒呢，真正隻驚。after that 你搬咯，搬啊，你就隻驚啦嘛，你搬嚟一驚搬去河盤啦，差唔多嚟3-4個鐘你看搬一個河盤咯。so when 3點鐘時一出真正濟啫喎，都路harvest 一路生，一開始嚟。你哋班生嚇。第生生啊嚇，但係時候你翹起來你冇料食了嘛。我大擺 freeze，我大擺本是 freeze 嚇。
我洗清氣啊，我洗清氣啊，我壓伊個機，啊，別使洗啊，別使洗，這不是洗啊，變咗係別使洗 because 你洗啊，嚇，伊個 freeze 伊 sometimes it tends to see 伊係你誒意思，我都講別摘啦，你別摘，別使洗。我知啊，我俾我其實嗰個 agent store，個 agent store 嗬，就是我去年嗬，我 harvest 時候我冇 pesticide 啊嘛，冇 pesticide 啊，我燒啲程度咯，嗰啲係啲程度咯 ，freeze 佢哋咯，所以佢個when 我愛摘時嗬 ，OK，come end of I fall 咧嗬，佢係靜咯，靜一冚啊，所以一年整一刀啦，你一年就要一年整。哦，我想我們一點點包。特別你特別等到 summer 時間先食啊，你袂一年通天食啊？差唔多，early 5個月就生咯，生個大象咯，生大白烏龍咯。你我開始整嘅嗬，你明天你無索環照嘅，因為咧你成都那邊變咗濟了。哦。你summer 你直班你拉少幾年呢？你我去等人店買一刀呢，就打乜一年咯。我呢等人，我上我定一刀有刀時，我是在等人店嗬，我後尾一刀啊，我會打行2年半。哦，哇！所以2年再一刀咪使啊？我已經冇夠，嚟我用一半咧嗬，可以入變到去。我係硬妹，我佢未摘哦。我講我唔知得摘，特別我講我去菜店啊，我去等人店買呢嘛，แล้ว買一刀就隻你估啊，就未去摘。佢唔是講隻貴本啊，是講你那是唔是隻貴啦，特別應摘啦。有隻 pesticide 啊，有隻 pesticide。哦，所以你家己整到加冇。到你冇係時勢，你冷照呢？我家己去寫啊，我家己。OK。你家己寫。嗰個物件經濟物件，講到環境經濟物件 ，before。特別你人誒，即係 plan 啊，你夾接去內邊啊，除actually 未死嘅是講 make sure 要飛有山嚇，有海啊，有山。有日頭。有日頭，嚟我做咩做 plan 啊？嗱，先夾接嚟啊。未死嘛？伊無成花，伊無成你伊會小雜咯。小雜，我哋邊小雜？伊你識講我就會搬開咧，所以伊別雜，伊雜。伊小雜咧，伊劇掉啊！我見我無搬開啊，我係到對無啊，我係做咩多？無啊，發貴到你，伊無咁雜。你係我個日到對出去咯，你係當見你生了，你做咩多？哦，我係做咩多？我日做咩多？肯去變啲話聲嘅師弟弟啊，冇半啊，半條，半河條。我肯定知係私人碰出嚟，我食個了去啊，做咩多？哦，是啊。阿咗，你買河碰出，你去河，你去唔識 corona 話都得行康博啦，你去 pet store 啊，對唔對？去 pet store 啊，去夾人夾。膠膜啊！樣free 嘅，好多咩一打 grooming 嘅嘛，有膠嘅嘛，所以隻膠膜，然後你隻 pantyhose 隻攞嚟發嘢啦，係啊 pantyhose 拔起來膠膜接住你，然後咧 after that 咧你係 plastic 打坑，拔坑然後做成個嚟波嚇啦，然後係就呢 fence 一嚟 in between。好頂你，咪就水咯。一奇怪嘅，一包，睇你。呀，成人高做公頭呢，人看到什麼嗎？真奇怪，特別過咗買嚟。哦，特別你講到係到啲禮包呀。哦，膠面嘅膠面。你番是一啊，你番是wood嘅，就是柴。wood 你食啦，食完別堆咯。哦，特別我係知我係迄個是無當我禮拜喎，我係 tomato。你愛 protect 你佢禮拜嘛？但是咁我咪做 tomato 呢？你我係使 hang around 嘛 tomato 係啥？真係淡字烘脆字咪是冇咯，收住咯。特別我係使整啊，我係調到啲迄個。
掉到啲位長嘅，成個 ornament 呢 ，Christmas ornament。可能太少伊袂見哦，所以你就比較濟啦。特別我有聽人講嘅係咪加有啲嘅酒啊，什麼日本有冇見啊？來買嘛，哎呀，生。特別我當然是會去買 cage 啊，什麼 physical barrier。樣就 annoying 嘅就食個料嘅，我個蔗呢出個蔗就食個料啊，但整 every single one 食個料去。哇！我朋友是特登是訂 Asian pair，你講賣到 harvest 呢，伊咧嗰食個夠食個料，冇通 harvest 你冇。咯，樣就衰啊！沙布個料又唔準。伊係伊係咧等個料 parameter 咯，只貴咯冇來嘅。你翻我啦，你就劈嗰個。特別我唔知我唔知邊度借啦，我唔知邊度借，你邊喺度借？一買一包差唔多成個差唔一包成個你攞嚟 baseball 誒安尼大包。哦，不過就大啲啦，攞嚟 baseball 先啦。Jangan lu main. 啊， Jangan lu 攞嚟 main baseball 啊。Ya acai sai去放看。阿仔係西啊，佢可以驚。西啊，講你啊 friend。阿冇嘢冇。我有仔，我阿仔冇。阿仔只字冇，特別是。collect 咯。啊，你 collect 咯。我使 try 咯。冇，你使去 Petco 用好 free 嘅，用 grooming 嘅，但係驚講 coronavirus 嘅。係啊。OK，感謝各位就想聽這個禮拜講個一邊成我人嘅經濟食細細講個去唔知做咩事，變做教模嚇，了教模同埋多啲。多嘅數。OK，講個一邊成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老椒英國中半鹹甜，未使講四百九加蘑菇，感謝下禮拜再見。แล้วก็ตอนที่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ยนเนี่ย唔是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ยนตอนที่喺 YouTube 嘅人咧เป็น定這禮拜就是冇看 episode 就เป็นแต่咧เป็น就เป็น嘅อี看但係就喺度使 subscribe 嘅時就是講啦但係就正咧就話有現場俾落，唔是對同事都講嘅，拜拜。